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兄弟姊妹，我以前去恁遐的时，无用水的言辞，也是智慧，宣讲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什么都毋讲，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钉死伫十字架的事。我伫恁遐的时，软弱搁惊甲皮皮喘。我所讲的话，所宣讲的信息，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，是靠上帝的神的大能力来证实，是要互恁的信仰，毋是靠人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大能力。虽然是安尼，对遐个灵性诚实的人，我嘛有讲智慧，不过毋是即世间的智慧。嘛，毋是即世间注定为失世的统治者的智慧。我所讲的是上帝奥秘的智慧，是对人允捌的，是上帝为着要互咱得到荣光，伫创世以前就先决定的。即世间的统治者无一个认捌即个智慧，因若捌，就袂将荣耀的主钉死伫十字架。照圣经所记载。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，是目睭毋捌看到，耳孔毋捌听到，嘛毋捌有人想到的。毋过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将这个事对咱启示，圣神彻底知万事，连上帝深沉的旨意嘛知。只有人家己内面的神才知家己的事。亲像安尼，只有上帝的神才知上帝的事。咱领受的毋是世间的神，是对上帝来的神，要互咱知上帝赐予咱的恩赐。所以，阮对属灵的人解释属圣神的事，毋是用人所教的智慧，是用圣神所教的话。属血气的人袂当领受对上帝的神来的恩赐，这个恩赐对伊来讲是愚戆的，无法度了解，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会当领悟。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，不过伊本身的事，无人会当甲伊判断。圣经有记载：什么人知主的心意？什么人会当甲伊出主意？毋过，咱有基督的心意。